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自5、6冬以来，两岸的关系对欧北的关系变作中间出现了铺设。这块地带包括着掠鱼的代志。伊讲你亲门大户来掠鱼，我讲几十年来拢无代志。 安怎会靠船讨人，拢甲我压走去？难道掠鱼嘛挺好变政治嘛？今仔日咱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资深军事记者郭鸿章。编辑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 大家平安。第三位，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应佑。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晚安。那么第四位，咱平湖区渔会直销中心的主任颜德福。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斗阵来关心掠小港掠去到中国去。中国的海警船讲，咱的大进湾。 伫因禁止掠鱼的时间，违规使用拖网啊，所以甲即个平湖渔船大进版88号的人甲船，拢押转去到福建。船头家甲咱的渔业署，拢来讲呢，咱的渔网啊符合着咱台湾的法规。啊，那渔民嘛批评中国，因甲平湖的渔船扣去。 煞记载因家己的渔船爬过来咱台湾掠鱼。规项全部大陆的拖网啊！渔民看到中国渔船伫咱国海域掠鱼，当年5月到8月中旬是中国的休渔期。平湖渔民煞不时看到中国渔船过界掠鱼，甚至佫会使无准名、无准号的渔船来闪对查。保持无对遐的借户。 伊几乎拢会业绩较侪啊！伊暗时啊无看到，暗时啊你 AIS 无开吧，你无法通辨别啊！含阮都无法通辨别，阮船好除非船有雷达到法通辨别。海巡上过界的无牌渔船要求对方把鱼仔放入海，中国无牌渔船继续伫咱国海域乌白掠鱼。海警船7月初2煞讲休渔期间，咱国渔船伫禁区违规使用拖网，涉嫌非法掠鱼，扣押大金满88号。互渔民质疑2种标准，船头家甲渔业署嘛澄清讲，渔船拖网符合台湾的法规。它这条船的渔业执照登载的经营渔业种类是拖网。 依据我们现行对拖网的管理规定来讲的话，拖网只要在我们的禁渔区以外作业都是合法的。海巡署统计，2003年到今，咱国拢总有3案14只渔船，互中国定检扣押，11只纳付款了后有放回来，另外6只经过协商交海巡带回来，也大金满88号互扣押。船长甲4个船员今嘛扣伫咧泉州海警局，农业部表示已经透过陆委会积极救人。 嘛提醒渔民注意海上的作业安全。记者平湖报道。咱看到平湖这个代志，其实你应该料想会到，毋那是平湖的渔船去到金门海域，嘛有马祖的渔船，嘛有金门在地的渔船会产生类似的代志。但是过去是安怎处理，即马又阁是如何？咱现主时呢，先连线甲颜主任，主任你在线顶吼。 是，你好。主任，你先甲咱小解一下吼。咱平湖的渔船去到这个寮乐湾附近作业，这是事实的代志吗？这几十年前啦吼，当年拢是安尼。咱的船啊，吼拢去遐伫讨海，有啥时啊吼，船啊，佫会使入去因的港内底，拢无代志。这长久以来拢是安尼的，是。 今年才有变化呢？你讲去年啊、前年，其实甚至驶去到境的渔港拢无代志。是啊，系啊，都拢伫因的海域在12海里以内的讨海啦吼。你掠头
拢无问题。我感觉是因为伫去年金门迄个事件开始了，两岸的关系有比较敏感、紧张一个，嘿。哦，所以对恁来讲，即摆即个大金湾会去用掠去，是因为即个政治关系的变化。但是进前恁家己敢无警觉？因渔民是这其实嘛是前一档较有警觉，就是讲因的驱赶，但是还不至于还未讲去大里掠船掠去大陆，嘿，这情形较少看到安尼。啊，伊甲咱指责讲，咧休息的时间，咱甲窜入去来掠小港，这敢对啊？毋对？其实讲实在的，因为因的12海里内底啦，都像包括咱家己的12海里内底啦吼，咱嘛是无允许其他的船来掠，但是就是讲长久以来啦吼。因拢有一个默契，就是讲，咱的船伫迄个海域伫掠，拢无代志。但是因为就是政治的敏感，佮包括讲去年金门的事件了后啦吼，两岸的关系有较紧张小可。啊，可能就是因为安尼的关系，所以大家讲，哦，咱船去超过因伫12海里内底，因就感觉讲啊，我进来休渔期，伊就用休渔期这个时间啦吼，名正言顺用这个办法来把你抓走这样子。啊，咱家己平湖，咱歹势，陈主任吼，咱平湖家己的海域，根据我所知，因嘛定定超过中线来到咱北海，还是咱南海的所在。咱平湖北海甲南海的所在嘛，常常看到大陆的渔船，甚至是三无的渔船来咱遮来掠鱼，敢是？哦，这个情形啊，非常的多嘛，非常的严重。哦，因为第一，咱不管是南部还是北部啦，吼，遮侪大陆渔船拢会亲门大户过来咱12海里以内。好啊，尤其这个三无的船呐，吼，三无的这种船呐，吼，因为他们因伫5月初一进前啦，吼，进渔区的时阵，因都走出来啊。哎，那因都走出来，平湖遮伫公海先伫公海遮，然后三不时啊，因都走来咱的内海遮伫掠鱼啊。因迄个5月初一进港的时阵，因都走出来啊。然后啦吼，因咧掠鱼的时阵啦吼，因另外大陆啦吼，有迄补给船，伊会出来咱载鱼啊。啊，所以因就一直掠进港结束了，因才入去就无代志啊。哦，所以严主任，你的意思是讲，因咧掠鱼的时阵，后面还佫补给船，还佫通好做一贯作业。对，嘿，一条龙的，吼，他们因有搭配一种，因为因大陆对迄搬运船啦，吼，迄渔船载浮没有网具，虽然在禁渔期，但是无网具的船，伊错海去载浮载入来，大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较袂管这，所以因闭这有配套的，大家互相合作安尼，啊，所以因的商务船就是就很恶劣的过来我们这里，这是第一个对澎湖的平湖的危害。第二个危害就是讲，他们常常用滚轮式的，因为都是用平底吼，海底轮胎迄种的落去规个海底啦吼。因为我甲你讲吼，土海啦吼，啊要钓鱼都是爱钓迄有沙的所在。所谓沙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鱼的一个渔场，渔窟啦，它可能有很多的珊瑚礁或是什么的造礁、人工鱼礁什么聚集在那边，它就有鱼在那里。但是呢，因用滚轮式的啦吼，只要扫过那个刷就没有了，等于是湖尾处的无呀，所以那个地方被他们扫过就没有鱼了。所以澎湖这几年来，渔业资源然后减少的原因，都是因为因用滚轮式的来咱遮掠鱼。第二个是因佫用迄抽沙的，因有抽沙船来咱遮咧抽沙。啊，你抽沙的同时，你可能迄鱼的厝啊吼，嘛会互伊作为抽走啊。所以整个海域都是变成这些鱼没有一个生长的环境的安全的地方，所以鱼都造鱼，所以前几当平湖的渔业，当年拢是往下坡走，嘿，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呀、最严重的问题。主任，我甲你请教吼，
既然这个问题应该唔是3档5档就处理伊咯，这应该是真艰巨的代志。但是，咱这边的渔业署，甚至咱的海巡有做啥物措施无？其实啦吼，咱的海巡当然伊有啥时会出去巡啦，但是啦吼，你看这个海遐大，啊，这个大陆船遮济，啊，咱的海巡分配伫偏河的也无几只，啊，大部分拢是渔民有看到渔船啊，看到大陆船啊，搭叫海巡的要出，但是要出的时阵，伊就走互你追啊，而且伊拢是遮济拢是铁壳船，你有时候你也不敢跟他干硬碰硬啦。嘿，是安尼的问题。哇，啊，所以这对咱渔民的这个生计影响真大哦。是啊，因为因的前几档安尼迫害啦吼，个业界捕捞啦吼，对偏河渔民来讲，一年的每年的减产量啦吼，都少了1/3到1/2，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是，那主任吼，那针对这个大禁版这样代志。我相信以后吼，即摆嘛无好好讲，用处以后应该是大家掠鱼应该会受到影响。那要去到金门，甚至要去到马祖掠的时阵，拢嘛要注意哦。是啊，因为我建议早起听渔民在讲啦吼，的渔民嘛吼，嘛是有走互大陆的，因为过劝离啦，但是是伫公海佫无海互咱掠，啊佫叫人来走，所以已经都压迫到我们的生存空间了啦。我是感觉讲，这个问题最重要。我是希望讲啦吼，先透过办官方的海基会跟海协会来沟通，再不行的话，就是透过那个陆委会来处理啊。不然如果不处理这两岸的渔业问题啦吼，对家这么多的渔民来讲吼，好几个。澎湖、金门、马祖，还有台湾西部沿海这渔船来讲啦吼，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应该要赶紧来解决。吼，包括讲我们咱的船会使到什么海域，会使掠，无就重新规定，大家讲得清楚。啊，然后针对因大陆的渔船来咱遮的时阵，三无的渔船来遮的时阵，看有啥物办法，等于有法度彼此来做一个通报，吼，看有法度把这船掠起袂，吼，扣起，安尼唔到有法度来遏制，啊，无咱的船，咱的海巡的船遐少着，啊，这个海遐大着，你讲要有效果来遏制，我感觉是无啥可能的代志。所以你讲，主任，你的意思就是讲，如果若要用警力，甚至是军方的方式来处理，可能是无法度的代志。嘿，因为伊太侪船的啊，咱无可能，咱军方有军方扮演的角色，伊的船嘛无可能来常态支援，而且你叫军方的船来支援这项代志，我觉得会把紧张的气氛拉高啦。我觉得也不适宜啊，应该是透过两岸的协商来赶紧坐上台面来讲。你用军方的力量，那是不是他们因嘛要派军方的来啊？万一擦枪走火的时阵，安尼就严重啊，那可能就变成政治事件，变成国与国之间的两岸的冲突了。嘿，安尼是足危险的代志啊。主任，我想要请教你一个代志吼。是，嘿。你相当程度，你嘛理解讲，这两岸关系真复杂。那么，军方的角色嘛要小心处理。但是，你也头头一头一直讲，这是这当以来才产生这个严肃的变化，过去拢无代志，对不对？是，这可见因是有意故意要来把这个关系创甲较硬，是不是会当来解脱？其实我个人呐，我个人的想法，我嘛是感觉讲，他们在用这种问题来凸显两岸的问题啊，把渔业问题然后把它牵扯到凸显到政治问题来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是，好，因为我知影吼，颜主任小等还佫有代志吼。所以我利用即摆头前这个时间，吼，颜主任来讲，主任，你还佫有啥物代志、啥物话要甲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讲吗？
我是希望讲就是讲，这事件啦吼，其实对咱来讲，伊是伫副业、伫政治的问题，延伸到副业的问题，嘛有可能伫副业的问题，搁复杂化到变成政治问题啊，所以我感觉讲，咱真的爱小心的来处理啦。那我嘛是呼吁讲啦吼，目前来讲啦吼，希望海巡署啦吼，会使加派这些海巡的船啦吼，能够做一个护渔巡航的动作啦。但是这个护渔巡航就是讲，在我们的合法捕捞范围区域里面，然后就是伫护军巡航啊。警戒啊，互咱渔民伫伊的保护之下啦吼，安全合法的去捕捞这些渔获这样子，吼，希望因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吼，啊，希望海巡的较辛苦一个安尼。好，来感谢颜主任，谢谢，感谢，好。咱再来转来到现场吼，咱先来看这张相片。如果你若拄好加加子弹吼，然后大家来了解，这个澎湖的渔船到底是安怎去遭受到中国的海警扣押？咱这两只吼，3505吼，啊甲1008这两只，咱家己的这个咱的海巡署的船，收到通报了，本来要赶来到这个所在。但是，伊就用去到穿越到这个中国的领海基线。伊本来伫遮作业无，这本来伫遮作业无。虽然伊的这个定义吼，其实这拢坎做，大家定塔斗阵。伊用去到2，赶去到2的时阵已经无法度啊。这我要先请教吼，洪总。咱的目睭金看到伊，甲你压去，难道咱的海巡无武力，无法度叫强制讲你放落来？即我的人，过去应该嘛有相当即个情形有发生过。对，伊海巡署吼，早起有先开一个记者会，有说明讲过去这个情形，甲即件代志的情形。啊，伊特别讲吼，其实。讲较无输赢啦，咱的船伫咱的领海内底，所以咱较食亏。吼，你讲道理，可能较食亏。你讲要叫人放船，吼，过去是有这个记录，就是讲从为迄个2003年统计到昨日为止，这大进版这只船向后进前，总共有17只台湾的船。是3个案件啦吼，因为是三日拢发生过去安尼的情形。啊，这17只内底有11只的船是向游转去对方迄边，去中国迄边，向靠去吼。啊，交罚款，因叫做行政的罚款，交了以后放人放船。另外有6只是咱海巡赶到迄个现场，甲对方。中国海警也是讲伊的渔政船讲啊，这阮的船，吼，阮的人，阮替你来处理，因为阮的船嘛，阮有管辖权。所以洪总，你意思这根本过去拢会当桥的嘛？是，甚至有一个案件吼，当然即马海巡袂去承认，讲咱的海巡船开入去对方的港口去接人，有发现过安尼，但是这拢无承认，吼。咱讲的是讲，咱记者朋友来咧分享来咧讲着讲，其实有这个情形过。所以过去其实拢会当桥，会使桥啊，但是最近真奇怪，就是讲，甚至海巡有嘛反映讲，因过去的看到的情形，是咱台湾的渔船有去因管辖的这个水域内底去作业，啊拢无代志，啊甚至嘛是这。休渔期，就是讲，这个先休困，袂使拍鱼。对方吼，因发布这个禁渔令，袂使掠鱼。啊，但是这个时阵冇人入去钓，台湾的船冇入去钓，啊，嘛是讲你去画吼，公布讲啊，你台湾这什么船，请你离开，啊个无代志啊。啊，那即届海警特别，毋是拣2只尔，
因两只是锁定咱的这大金板去冲去甲动，甚至后壁佫赶来5只，甲咱的海巡迄2只快艇拢甲动起来，咱的巡逻艇甲动起来。所以变做讲，毋是咱无要甲套转来，是7-2啦，7-3，佫一只还未赶到，算加算个7-3。小拍嘛拍袂赢。佫讲真诶，咱即马对咱的政府来讲，民意是希望讲两化和平，所以政府嘛袂讲极高悬，嘛袂讲下令讲你一定甲冲落去，嘛无可能嘛。吼，这海巡的第一线绝对是听咱顶面的，毋是讲你一个舰长吼讲我要冲会使，要冲袂使。这听起来已经失去默契啊！吼，过去会当桥的代志，即摆拢袂当桥。对，即摆就是麻烦嘅一点，就是讲。伊到底是毋是想要对方吼？咱中国还是讲北京，想要借即个事件来反映讲进前两方伫这海上的摩擦，还是讲无爽快？包括讲迄阵因的快艇吼，迄嘛三无的，嘛无牌的，嘛无这号码的，嘛无身份的，甚至讲你赛车迄无行照共款，啊乱冲乱输弄入来咱金门的禁止水域内底。啊，甲咱都当作咱海巡当作透明诶，哪有可能？当然要甲抓嘛。啊，迄是一个意外。啊，但是意外即马讲袂平，就是讲，其实讲较歹听啦。你若讲钱诶问题，其实对咱来讲，咱一定是人道嘛，吼，一定会做会到，这毋是问题。但是对方就是讲开始晒太啊。你讲你有你诶法律，你有你诶规定，伊拢无爱认。这个是讲主权的建议啊。哦，等到这个程度来啊，所以这较麻烦。林老师，今仔日咱也看到美国的白宫的这个发言人，嘛有人问伊讲，这个金门海峡出现这个渔业的代志，伊嘛讲啊真谨慎哦。伊讲，阮会注意谨慎来观察，这项代志到底，即马现主是有咧通好进行着，对着。美中台，尤其美国即摆咧大选啊，美国人可能对这项代志也可能无法度直接互中国有一个压力，甚至中国即摆目前也无咧插伊。咱的陆委会，头咱就听到颜主任讲，咱的陆委会还是海基会来处理，这到底要安怎？因为中国唔惊对台湾啦，吼，咱知影对菲律宾嘛是共款啦，吼，就是讲中国较济。哦，海上的警察的船较济，哦不管是台湾还是菲律宾，都较少啊，吼。所以以大来压这个小的，吼，这就是咱所拄到的情形。头先有讲到的讲，过去有17架渔船，哦，这个当时以这个淡水边政府的一站，哦，2003、2005、2007，吼。但是有那种共款，甲即个共款，就是讲人即个袂使掠鱼啊，吼！你比如说5月到8月15，你袂使掠鱼，吼！咱有那共款靠近因的所在，吼！但是咱看伊2003、2005，差不多是咱的渔船比即个中国来靠压去以后，差不多2日啦，2日就放倒来，吼！我咧想，安尼讲，咱即个会当好好来观察啦，吼，就是讲是毋是讲会拖足久啊？吼，安尼讲拖足久就表示讲，即个甲过去完全拢无共款，吼。不管是淡水边政府，还是即马赖清德政府，吼，都有即种管道啦，吼，无一定是陆委会，无一定是海基会，甲因的海协会，还是甲因的国台办，咱有即种。比如讲，咱有这个协议啊，吼，两方这个渔民，吼，这个船员渔船的船员啊，这个劳务的合作的协议，吼，所以以咱的渔船顶管，唔惊这外籍，阮有可能是大陆籍的人啊，因的人，吼，就是讲，即摆就是讲，因为两方的关系甲较早是无共款，吼，但是阮有这个渔业署，因为渔业署有这个基金会，这基金会就处理这个劳务合作的协议，安那去安排吼。咱有伊不管伊泉州
有咱的台商，吼，这台商的当然讲，不管是陆委会，还是尤其是海基会，一直甲咱的台商协会都有做好密切的联系啊，吼。所以啊，你讲拜托因，有那是一种的管道啊，吼。所以咱来有那知影就是讲，会透过足侪管道，吼。澎湖本身，伊在地，有那甲中国大陆，有那有足侪有好的关系，吼。不管是因的立法委员，还是因的议员，吼。咱像金门共款啦，吼。那甲即个厦门，有那足侪联系啊。不过，即个代志就是讲，今嘛伊即现主情，咱爱个好好来观察，是毋是讲吼？中国是紧就将即个船放倒来吼。老师，敢有一个可能讲，无顶摆咱甲扣起来即个三无的伫咧金门的即个船啊，即个人啊，趁即个时阵呢，紧换转来，该换一船啊，人紧甲咱放倒来，咱也甲放倒去。头一个洪章有讲到啊，吼，其实咱靠伊的船是较济啦。吼，商务啊，头先讲到商务吼，就是讲阮最近这几个月2月以来吼，阮定定来到这澎湖这个所在，咱阮有考起来吼，所以阮介好就是讲一项来处理啊吼，会当咱处理因就知影讲咱真正是有用心去处理，因有加减会改变因的做法啦。不过我是较无遮乐观啦吼，就是讲吼，即个中国大陆吼，伊即个可能毋惊即个个案吼，你讲咱的即个咱的渔船佮继续到即个海域去吼，咱就对于就是讲头一即个严主任有讲做好势，就讲咱的即个海巡吼，虽然讲咱海巡是较少吼，可能较细只不过咱应该爱有即个保护。咱的渔船吼，去到某一个所在吼，即个有保护甲无保护，完全是无共款。咱头先讲过，咱两只即个海巡署是纵远的所在，对起的，对起的嘿。所以这咱的船只其实量体较少，数量嘛少。但是林老师，依照咱的量体，咱的吨位。应该是管过因、坐过因吧？这个咱爱看啦，头一条咱爱讲，即马这条代志无好处理啊。因为古早阿扁的时阵，2003、05年迄个时阵，咱两边是5分啊。咱的船甲因的船无差距遮多，但是即马阿公阿因的船较大，size较大，嘛较重，伊的船嘛较多，所以。有些时阵，因他们的一个实力就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强一点。但是我是想讲，今仔日这条代志是因特别设计的，他们特别设计的。按怎讲？我是想讲，因后个你上个月的时候啊，咱有平衡有一条船，阮去翕相有翕到一艘唱水杆，站水杆有无？我是想讲，我们有记得这件事情。迄条代志，有渔民去电视台讲义务，他说他有拍到，然后他还特别说他领了很多次的奖金。这对阿人来讲，伊就会知影，好，你来我遮掠鱼、掠手竿，即马你搞新刷做翕相做失败，这个就参像好啊。阮兜隔壁敢若有交警我做了白我去甲警察讲，警察还掠去以后，兄弟来找我啉茶。即马有一点是这条代志的，就对。现在有一点这样的一个走向，所以我是想讲。顶摆就是咧澎湖遐澎湖的船去甲恁翕相的哦。即马呢，阿公伊就知影，好，即马你来，我就特别去掠你。其他的船我无要掠，金门、马祖迄的船我无要掠。但是即马我就知影是你澎湖遮来的，我就特别甲你掠去。所以我是想讲，即马咱会现在我们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他把我们抓去之后，我们的海巡一确。我们有想要把它追回来，我们有传过去。哎呀，过了中线，你把中线去呢？
我们有过去，可是今天我们的船可能在一个应变上面就来不及，或者是其实今天咱的海巡，咱就要怎样讲？起码咱不是去掠贼啦，咱不是去做对付这个不法分子，咱的对手是阿公啊，咱的对手是海警，是中国海警。因他们用的办法会比我们过去碰到的还更艰难。我是觉得从之前的金门、厦门的海上冲撞，到他们的小船冲进淡水河、冲淡水河，到这一次的这一个渔船的事情，可以都看得出来，他其实中共会希望事情把它放在海警这一块，是一个司法的事件，他也不希望太高，可是他会利用海警口温能头擒骨。他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给我们切进来。但是他早林老师也讲哦，其实两岸之间吼，还佫有这个，譬如说渔民的这个劳务，吼劳务啦，吼劳务的这个协定，吼甚至台商的关系吼，唔是讲完全无基础通好桥呢吼。那么这摆你的观察是会桥啊未桥呢？就你头一开始就讲，这是要把你建构，要甲你报复。你认为这会桥日还未桥日？我是想讲会当桥，但是即摆要桥就是头一个就是像林老师讲的时间，古早是2档就下你两缸就下你放来，那基本上两缸并2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没有可能时间会拉得更长？还有就是，其实今天会变成的是，他会的一个惩治的作业是什么？有可能他今天处罚的条例会更强势，或者是说他今天。会在这一个海域这一边会有一些更强势的驱离。以前的也当桥，或者是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林老师，他都林老师，这个林老师也讲吼，讲其实咱靠因的这个三无船吼，靠了嘛不止啊济呢吼。咱有通啊用这个三无船较靠牢的这个做基础来讲，无来一只换一只，一只换一只，安尼是有可能无，即马来讲就歹讲诶。但是咱爱知影的时阵，我们的一个收容的能量有没有那么多？如果他今天用的是就是闯海战术，好你考啊，好啊，我就是人多，我就是船多，好你掠。但是那些掠，我们会不会在抓船的同时，反而我们没有能力去护渔？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在海巡这边的兵力要去注意到的。对，这洪总，咱到底咱的海巡署。有这个能力，通好顾及到金门、马祖、澎湖这种海峡的这个渔民的安全无？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咱即摆先界定讲吼，过来从这个时间点来开始讲，两岸的渔民伫这有重大的这个海务作业的时阵，迄个规范是啥物？是我会使来恁兜。你嘛会使来阮兜，也是讲。有人他看这个海峡根本就叮叮塔塔才到位啊。对，所以毋得讲，是要做甲这拢切甲清清楚楚。田无高，水无流。也是讲，大家回到过去讲，大家拢好趁食吼。你有掠，我嘛有掠。恁兜食有饱，阮兜嘛食得袂歹，安尼较好。但是即摆讲的毋是安尼，即摆讲的是其实政治问题。咱就讲这铺设地带吼，其实作为就是真麻烦，因为包括你讲中共伊咧思考做这代志的时候，伊毋是讲看大海一面，像拄则李正义咱教授有讲着讲，昨天有讲着讲，其实伊伫南海甚至东海，像过去，伊嘛点火啊。过去因韩国的迄个海警个扣中国渔民台时呢，违法不？掠鱼啊，抢取地，抢要扣起来时，举刀啊，举迄个大块武器杀人呢，啊是毋是不止死一个哦，啊是足激烈的，啊即届菲律宾嘛叫用举迄斧头，斩手啊，手啊用斩去啊，伊对方菲律宾可能想讲，你无可能再野蛮啊，啊，加讲你举什么棍啊尔，结果就是举迄斧头，啊就是真惊人。所以可能某一款就是讲叫做寒蝉效应，先互你惊，互你看到讲老火，吼，甲台湾的渔民嘛讲，我即摆要掠，啊伊家去想讲，哇，迄老火咧，迄长手呢，所以毋知讲回怪回掠，
啊无可能嘛弄啊嘛走啊，对无？吼，因咧阵金门迄个事件，快艇伊还是要走啊，但是人有讲啦吼，迄个驶船的可能无啥物航海的经验，根本方向都弄唔对。伊要出去，结果弄变得愈挖咱金门。啊，海巡当然看你要冲入去金门，愈来愈挖，当然愈紧张啊。迄作为当然愈强嘛，所以迄意外是安尼发生的。啊，刚来你拄仔讲的，海巡有无能力无？拄则林老师嘛讲着，可能你咧掠人的时阵，咱这边的渔船就顾袂着，因为海其实真麻烦的，讲伊四周围吼，除了讲陆地迄部分，个三面拢会使走。啊，你要偌济船去来？啊，较细再也好溜，对无吼？啊，你大船个歹登势，颠倒歹掠，毋是讲船大还是船济个赢，迄嘛看你安怎分布。因为吼，咱民主国家无可能像因中国安尼。我讲咱咧落水饺咧，我船要做偌济做偌济，哎，议程拢避免拢免报告，伊人民大会拢起立鼓掌通过讲过啊。咱立法院干嘛呢？100万，莫讲100万，迄抬到10万、5万嘛咧抬，立法院员拢甲你点出来，吼，比机密预算关起门来嘛是乒乒乓乓，嘛是要甲你砍，要甲你斩。咱无法度讲，我要起偌济船，偌济船，无可能嘛，对无？所以较歹，毋是讲完全无作为，是讲咱也有家己渔船叫钱较济挖所在时，其实海巡的船拢有照金、过金较记、较挖去，但是。即届就是安尼啊！你看这图，伊就是伫边啊，我袂使先入去嘛。我先海船的甩船的船先冲入去对方的领海基线，迄个我违反嘛。我制造对方的紧张，制造两化的这个对立，那会使？政治上就无 OK 的嘛。所以我就是我知影讲，代志慢先弄入去啊。我嘛加讲啊，甲讲一下吼，有线电甲讲一下，讲你出来，加安尼尔。啊，伊要做嘢叫做啊！咱台湾的人民当时讲，警察甲你分逼讲，这袂使冲过，你个袂使冲过，你嘛照冲啊，对无？你真正要安怎？但是你讲到这，我要请教林老师吼。其实中国在6月10号，伊就公布着海警3号的命令，伊这叫做《海警机构行政执法定序规定》。伊讲哦，伊认定的这个管辖的这个海域。会当定检扣押涉嫌违反其出入境管理规定之外国籍的船舶、船舶与人员哦，即外国籍的船舶与人员哦，啊，是毋是咱这边渔会，还是咱的渔业署无去好好啊来公布这项代志？这是头一个。第二个，这些蛮趣味，伊讲哦。外国籍的船舶甲人员，这项代志，老师安怎解读？伊是从台湾呐当作伊本国啊，吼，内海啊，就是讲当作中国啊，吼，啊，但是中国是袂当掠鱼，啊，即马是台湾会当掠鱼，吼，啊，但是你去到一个因的领海12海里内底来掠鱼，吼，所以。中国当然是要来处理这种违法的哈，不管是因的渔业法还是因的刑法哦，都有规定哦。就是讲，咱过去会当，并唔是表示讲即马原来是共款哦。所以渔业署伊就讲过去当是咱的传统作业的这渔区啊，但是即马因为足侪的情形是无共款哦，所以。对啊，因为咱若要去中国要佚佗，啊，咱的陆委会就甲咱讲啊，注意哦，即摆去旅游的时候要注意。啊，怎么你掠鱼无甲咱公布者？我咧想应该是有那种有公布啊，吼，那种，但是有公布是毋是讲咱有正谨慎，知影讲哦，有这种风险伫咧，吼，啊，恁讲有这种谨慎有风险，哦，应该爱甲这个海巡署海巡，吼。会当来来请教讲是毋是讲啊？恁即个时间，阮以遐作业吼，差不多有2日吼，啊，你是毋是会当加派一寡即个海巡的专家，伊即附近，啊，你讲有即种，即个表示讲咱有即个警觉，吼，啊，咱有即种准备，吼，
安尼讲，咱看起来是讲，虽然讲离这个出代志差不多13海里啦，吼，但是你要赶过一站，不管你船较细只，这个数量较少，吼，都无法度啦，吼，无法度来解决这种问题。就是讲，这平湖本身，咱知影讲，这个大进满88号，吼，伊本身有一个足大一个这个财团的这个吼背景啊，吼，因为有这个造船厂，吼，所以咱知影讲台湾造船，其实不管是数量还是能力，这都有法度，以咱的把握内底，吼。安尼讲，咱真正是拄到这种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可能未来这几当会当继续落去，吼。过去咱的飞行员因为空中，吼，差不多是足忝嘛，吼，差不多6分钟，时不时就来一个，你爱去你空中，吼，你即马你的海巡变做一个足重要，吼，因为咱的海域上过大，吼，为上北这个东引，吼，来到这个东沙，吼，还是这个南沙，那当然讲是东沙这附近，还是这金门、马祖、东引、乌丘，就即届5月23、24，中国特别因的海警啊，吼，以这个所在来演习、演习啦，吼，来执法，吼，所以人讲咱应该爱去好好来注意，吼，将这个案例啊，来收集起来，案例收集起来，会当来说明，咱的训练会当来去较进一步的训练，执法原来爱有技术啦，武器要安怎用，吼，所以咱的海巡，原来就有武器，吼，安怎来使用，吼，这个拢爱有SOP拢爱建立起来，吼，对嘿。但是吼，老师在讲的时候，其实这真挖进咱的第一岛链呢，吼。是。那么美国人敢有方便介入这种代志？这看起来，伊个是咱领海甲因的领海的问题。美国人敢有通介入？有通有这个介入的角色甲时机无？安尼讲，伊这个金门啊，吼，金门马祖，吼，这个当然这个可能性较低啦，吼。但是咱知影咱的海巡。我那去到这个夏威夷，哈，这个檀香山，哈，入去因的港内底，哈，这个中西太平洋，我那有咱这个远洋的渔船的作业啊，哈。不过我咧想，讲来应付这中国的海警、海上的警察，哈，较重要来讲，以台湾这附近，尤其是澎湖这附近，还是这个较。就近，这金门马祖，咱的作业，这个渔区啊，所在，这个就是讲，美国无法度，真正是无法度，吼但是讲你台湾的东部、台湾的南部、北部，美国加减有法度啊，吼，就是讲，即马有足侪讲法，就是讲，美国这个海岸巡防队应该来较。有扮演这个领导的地位啊，吼，唔惊这个美国的军舰要经过台湾海峡，美国的这个海洋防卫队，因的海警，吼，应该甲日本已经有甲日本，甲这个菲律宾，甲日本、菲律宾拢有，甲台湾，吼，这么来先算顺的，应该是安尼，吼，应该是加减嘛，吼，这个不过即马都爱倡议呢尔，吼，就希望这个美国较重视这个灰色地带啊。咱就知影讲中国，因为咱毋是讲直接来拍你，但是阮咱毋是平常，伊就是讲伊即个零甲一的中间，伊有你靠你的船，吼，还是登临，吼，像即个就登临，去你顶悬。我人甲你靠走，船啊，甲你靠走，嘿，所以就是讲即种案例啊，会哪来哪济，咱爱好好来做好准备。是林教授，你安怎看讲美国人在即个第一岛链？或者是讲叫做准第一岛链这个角色，敢有这个介入的必要，或者是讲战略上应该爱纳入因的这个管辖的这个范围。美国也是因是有因的战略指导，因是知影讲因要安怎创，但是即马的问题是讲
第一岛链家，美国日本甚至跟阮台湾海巡都有 MOU， 阮就有签合作的一些备忘录。但是这个是对台海，这个是台湾本岛甲澎湖家尔，金门甲马祖，这个就较歹处理啦。因为金门马祖在当时其实美国是不认为台湾你是不需要顾住金门马祖，在当时的823炮战，还有其实在更之前的一个防卫的计划，所以其实金门马祖那一边，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要靠自己。但是其实今天再讲回来的话，我自己会去注意到的是说，中国的这个海警3号令出来之后，因为它是对外国，它是在对付外国。但是对因来讲，台湾这个不是外国，这个是因的一部分。所以因会创的是，你爱遵守我的规矩，你爱遵守即马阮休渔期，你嘛袂使出来。伊会亲像参像这款的法律战，都加越来越多，用这种方式来逼迫我们，这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统战。我是觉得这一块其实才是我们在法律战上面需要去跟他注意的。那当然，其实今天美国这边是不是有可能会跟我们有一些合作？可是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在以前台湾的海巡跟中共的海警其实是有过联合演习的，金夏曾经有过联合演习。所以在当时是咱的海巡跟阿公的因的海警是有联合的演习。是当时，迄个是马英九的时阵，马英九的时阵，两边是有一些共同打击犯罪的默契是存在的。可是其实今天会变成我们在打击犯罪上面是有合作的空间。那其实今天又会双方在变成在争取主权上面，其实又会形成一个对立，所以其实现在会变成海巡这个角色会很重要啊。但是那根据迄阵时马英九执政的时代，伊是敢有签订什么合约，还是契约，还是什么规范拢无吗？迄个时阵，海巡这边无特别签。老师，迄阵是讲有签任何的这个文件，还是讲无你画落来？两岸的共同打击犯罪只有这一块而已。干那样啊？海巡这块其实是双方的一个互相演习。迄干那一个默契啊？所以这个默契拍破了，都无这张连一张纸都无啊。其实讲较无需要吼，即马大家拢无讲出来，但是对方已经咧做，就是讲。因为你台湾唔肯对接受讲伊对中国一个中国的解说定义，台湾是伊的一部分，伊安尼讲。啊，过去马英九政府其实是较往这边去挖过，吼，这是事实，咱唔是讲咱偏见。所以唔但有讲遐济协议会使签，啊，佫会使伫新加坡见习近平。无可能嘛，因为伊是往向两岸统一的路去行，所以伊感觉迄阵的台湾跟大陆佮我做伙，所以毋知反映讲伫海巡头顶、伫渔船头顶，伊拢使有咧放松啊，会使安尼合作啊，哦，会使甚至来演习，但是迄演习是办啥物？是意思是讲啊，咱拢一家伙啦，拢莫去分啦，啊，这是即马对。这10年后吼，已经要过10年嘛，万一这个这么8年后、9年后、10年后，其实完全无共款的情形啦。因为对方即马无要尊重你台湾人民的意志，无要尊重你讲，阮有家己管家己代志，管家己的范围，才主权的规定嘛好，法律嘛好，甚至讲这表示的意义什么，咱家己会使做主。啊，准讲照迄个进前2008年之后，大陆甲中国甲台湾两边咧行的政治道路是要变做讲对方会使替咱做主哦。包括因迄阵论述讲，中国14亿人民决定台湾的前途。啊，这含即摆台湾共款，哪有可能共款？咱讲吼，讲真诶，这毋是讲民进党的代志。
这不是讲国民党的代志尔，这是台湾人规个人的代志。你台湾人也无主体性的时阵，其实咱即摆讲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甚至讲你啊台湾失去了，中华民国4个字可能嘛无啊啦。这当然吼，大到两岸关系，一国中国啊，九二共识如此这般吼。但是进入了赖清德总统执政的这个时代，咱即摆显然看到，还搁在原地打卡波。两岸的关系甲美中台三方的这个竞争吼，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是还未看到讲一个新的结果。有通啊，过来进行，上无坐落来小讲一下，拍一个招呼，无你嘛团进甲接一下。林老师，你感觉这有啥物开始的这个转变，有这个可能性无？咱现在了用这个1点钟的时间来讲，这个看起这个事业的这个代志，就是讲，伊虽然是危机，但是有可能变做一个破口。啊，而且互大家会当双方面坐落来，所以来得到一个较好的这个经验无？敢有可能性？头先有讲到这传真啦，这传真是绝对有啦，吼。咱咧海基会甲因咧海协会，吼啊，针对这件案例，吼。但是中国普通就是讲，伊有接到传真，啊，伊无一定会来回应你的传真啦。哦，但是伊知影，吼，伊知影就是讲有需要爱做的一站，伊会去做，吼，啊，伊人讲感觉无需要做，啊，伊就都无插台湾，歪插，啊，就是讲，咱有即个21项的协议，哦，这21项的协议内底，我感政府是爱好好搁来做一个研究，吼，因为即个咱头先讲的传真，还是即个工作人员。会接触啊，这种有啦，吼啊，但是无有这种双方接落来，这个共同的合作的委员会，哦，工作会议这嘛都无啦，吼。但是这个咱传真器啊，伊知影，吼啊，咱若讲啥物代志啊，伊若知影，伊人讲有啥物有需要，伊若会互咱知影，吼。就是讲甲这个案件。较有关系，吼，就是讲，不管是共同打击犯罪，头先这林教授讲到共同打击犯罪，吼，就是过去咱的海巡署甲因的这个海警，吼，有哪动有这种海上的演练啦，吼，这演练就是讲这个海上的救护，你按讲海上有发生什么意外，还是什么有什么不法的代志，吼，还是有需要去。海洋的保护，过去就有通啊，即摆过去都有吼。啊，其实到这个民进党政府2016年，阮也有开一个预备的这个演习的会议啦，吼。啊，但是中国伊第2届伊就决定讲，伊无要搁继续。就是讲中国阮也有需要有检讨的所在，吼。啊，但是对咱来讲就是讲，咱过去有法度做的代志，咱即摆袂再当做。赶快会当做，哦，啊，既然讲环境已经改变，咱就爱想讲，这21项的协议来检讨一下吼，比如海运啊，什么各方面，咱老师，我会安尼问吼，实在是我今日早去看到 Barney Glaser， 吼，甲这个伫这个 Foreign Affairs 顶头写的，甲这个林碧云吼写的这个文章，伊讲吼，伊写得真趣，伊讲吼。你应该赖政府吼，爱建立一个私底下的这个沟通的这个管道，吼，才袂吼，这个两岸的关系哦憋起。咱即摆到底有啊无啊？你若讲是学者甲学者，这个一定都有啦，吼。啊，当然种学者甲学者，阮会当扮演会当来传递。老师，你有无？我是无啦，我是无啊。不过我以外应该有一寡学者应该是有啦，对。所以这有可行性，这会去做咯，会做入吗？当然会做进啊，就是讲吼，唔惊这台湾甲中国大陆吼，啊美国有咱扮演什么款的角色，
比如说较早，以前纽约美中台双方这个圆桌会议一寡企业家有哪捌去参加过？林老师呢？我唔是啦，我唔是这个，但是吼，即摆讲真正问题是讲，古早唔是讲马英九淡水变，是即摆是热情店。问题唔是咱，问题嘛是你中国。中国伊古早是胡锦涛，即摆是习近平的。习近平伊即摆足领的啊。咱讲真正，我嘛无敢去中国大陆啊。即摆就很多的学者不敢去中国。因为去了会有问题，那你怎么可能再去做密室？怎么可能再去做交流？这个其实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所以咱的节目要讲问题